喂，梅花我哋到路行嚟啦。然兒啊，我當然要啊。阿姨，梅花妹你要來麼？有啊，我聽下猛講就行起來等咧。要聽到你哈？佢講啊，佢聽到幾行步啊，都冇乜嘅要睡呢。佢啊，出場係食我窮樣啦。好啦，等下就會講啦哈。好。有一條架，我到了。願意好。有條架有幾多係麼？可能係檢查。阿爸，有條架會檢查你啦，殺一掉啦。好啦，我未上食嘅掉啦。拍攝啦。阿爸，你打屁哦！還等一道哦，很久呢。哎呦，歐巴你實在啦！莎從我打開來。婆娘，你要通話很正哦。可惜嘛，自己撲街錯。有條架出來呀！我去看朋友。哇，佢天奶係飯呢，龍蝦咧。係啊，係5日先。姨婆，虽然呢，口訊，因為啲人呢，係咯，入小通知啊，小通知，你看，我入嘛違規辦覽的哦，你入了做乜嘅呢？
哦，我那是炸通肉啊，安样哦，是坐在那里点油人火，那是买没有钱好落台啊。哦，哦，你唔知哦。好，我搬到你啦。啊，唔是啦，你有看到阿姨婆吗？既然我没声音呢，我唔见睇啦。妈你讲唔坏，你从头咪从唔见睇啦。啊，睇你咪被冲走哦。哦，该是有人回唔去了。姨婆，你伫哪位啊？姨婆，诶，冇扮声音伫哪位呢？哦哟，哎呦，该下早好。你在嗰度陪回亲看啊？拜托，让我停休一下。爱你的奖牌打走嘞，进退唔得。哎，老十福人家己足够拿过来本爱好么？拜托。系上台位老鸟包还记得呢。聊天。耶！好得咯，好得掉落度了。怎么没看到扮只款格人吼？刚刚吼是天朝会晒到变木海干嘞。啊，我还下天养老师掉毒呢。是梦哦。啊，错嘞，我哋哦，而家前面嘅老阿婆跳那么短短，太熱，俾我下高掉啊。哎，梦海，你有看到吗？冇呢。冇一條吼是食島街片，是簽看啊。喺島上吼有一條當大條、當厲害嘅交通樹，頭講吼係乜介做啲嘅？食到伫哪位啊？就啲街片啊，食到，爱你的身行咯。長咗了哦。足夠。你該容啊！你走起來後，那藥包還很窮哦。咁喎。哇！哎，很凍哦！啊！哎，呢條長到邊嘅小山哦，都超過來了呢。哎，你看，呢條點解挺松竹牌呢？很神奇哦！哇，還挺痛嘞！哦，很強哦，很好高哦！哇，還太重嘅樹哇哦！，還有彩色嘅吊鵝呢！亞報係講，係尖雞村最大嘅老幼桐樹，天長係兩處，冇錯。很頂哦！誒，兩處樹冇天痛呢，你咩講啊？還好
糖豆麼？係馬莎，腳腳出來哦。係啱啦。哦，你都好。我係lap條樹嘅精靈，就係你講嘅樹精靈。我做出啲，你都做乜嘅來接我？嚇？呢啲？咁係我來提樹，接你到介意波啊！衝啊衝啊！不過嘅是才很歹勢。你學嘅我，又怕冇法度讓你到來提樹到嚟呢。嚇？用咩講咯？你都看啊，也下你當係有開發嘅時節，不過我冇法度開發嚟啦。因為安樣呢？因為我嘅器材做打唔見得嚟啦。切柴豬？